情緒教室，生悶氣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生悶氣呢？其實生悶氣唔係錯㗎，但係一直將嬲嘅嘢忍住，我哋嘅身體就會變得越嚟越緊張啦。今日我哋試下練習3步啊。第一，停一停，深呼吸。第二，同自己講，我而家嬲係因為啲咩？將原因講清楚。第三就係用安全嘅方法去表達啦，譬如我哋可以用一啲簡單嘅句子，例如我唔鍾意你咁樣做啊，請你停低啦。如果對方都仲係唔明或者繼續做嘅話，我哋可以去揾老師或者屋企人幫助，唔使用鬧交或者報仇嘅方法去處理。我哋要記住，嬲就要學識講出嚟，先可以令到我哋嘅內心變返一個舒服嘅晴天㗎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